啊，Mia。早晨啊，我有個好消息咧，想同你分享啊！你知唔知咧？我哋最近咧發展局同埋部門咧喺全球嘅發明界盛事之一日內瓦嘅發明展出咗18個項目啊！我哋仲拎咗20個大獎添啊！包括1項日內亞洲特別大獎、3項評審團嘉許金獎同埋5項金獎啊！呢個發明展係全球發明界嘅年度盛事，每年咧都吸引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創新發明嚟到參展。今年嘅評審團咧就為嚟自35個國家同埋地區嘅1050項發明進行評審。好消息咧，唔止呢一個啊！今年3月咧，我哋喺新加坡舉行嘅 GovInsider 2025創新節大獎都拎咗數碼政府獎特別嘉許啊！呢個年度獎項表揚喺數碼轉型同埋創新方面有傑出成就嘅亞太區公共服務部門。今次係香港特區政府第一次獲獎，我哋憑住建造業數碼化嘅卓越成果，從嚟自唔同國家超過170個參賽方案中脫穎而出。等我俾你睇下我哋嘅成果啊！好啊！呢個咧就係我哋自主研發嘅綜合數碼平台 ICWP 工程項目嘅各種表現數據咧，就可以喺呢度一目了然啦。發展局咧負責監察所有公務工程嘅推展，而為咗做好統籌同埋收集各個公務部門嘅項目表現數據，我哋就建立咗跨部門嘅綜合數碼平台，透過整合同埋分析成本、進度、安全、質量、資源、承建商同埋顧問管理等嘅關鍵指標，我哋協助唔同部門嘅管理層即時掌握到項目嘅進度同埋表現，從而提升整體基本工程計劃嘅管理效能啊！嚟緊會進一步應用人工智能幫手添啊！其實咧，我哋發展局嘅團隊咧真係好勇於創新㗎。我哋仲研發咗智眼啊！智眼咧係一個遙距工地監督系統嚟㗎。係啊，智眼咧仲喺日內瓦發明展拎咗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咧最佳發明同創新獎添啊！我哋一齊請教下 Edmond 啊！好啊 ！Hello， 係你好。我哋咧係想問下咧，智眼咧係點樣應用喺工地管理度嘅？其實我哋自主研發嘅智眼結合咗唔同嘅創新技術，當中技術嘅組合同埋應用設計，仲已經攞埋專利。其實具體嘅操作就係由 4D 光學雷達掃描工地，變為彩色空間數據，再經過運算同 5G 嘅快速傳輸，瞬間將工地嘅實況全面立體化，呈現喺具備 AI 功能嘅操作平台。令到我哋可以全天候實時遙距監測工地，收到即時警報，仲可以幫我哋分析同應用喺遠程監督添。例如喺進度、質量管理、尺寸體積嘅量度同埋 BIM 設計圖紙嘅對比，都可以喺平台輕鬆完成。仲提供生成式 AI checkbox 同自動生成報告嘅功能，幫我哋慳咗好多時間。智眼係一站式嘅智慧工地綜合監測平台，令到工程團隊嘅夥伴有效協作，喺工地監督上做到早發現、早跟進、早解決嘅目標，確保施工質量同安全，有效管理工地高風險嘅工作。而家智眼已經喺部分公務工程項目都成功應用。講到攞獎咧，我一定要帶你嚟機電署啊！因為咧，單係機電署咧，已經喺日內瓦嘅發明展咧拎到12個獎項。哇！真係好多獎項喎，我都想了解多啲啊！Richard 啊，我知咧你哋同民航處研究嘅系統咧好犀利喎，攞到日內瓦州嘅特別大獎。其實原理係點㗎？其實而家我哋成日講 AI 啦，其實要運行呢啲 AI 需要好多高性能嘅工作站或者電腦去配合嘅。咁而呢啲高性能嘅電腦咧，佢嘅運算能力越嚟越高啦，佢嘅發熱量都越嚟越大。其實傳統嘅散熱方法咧，就係用冷氣咧去做風冷嘅冷卻，咁冷卻嘅效能咧又低又耗能。於是咧，我哋就研發咗高性能電腦工作站嘅兩相浸沒式冷卻系統，既可以提高冷卻效能，同時可以減低用於散熱嘅能源消耗。點樣浸住啲電腦板咧？其實佢會唔會壞㗎？哦，其實唔怕㗎，因為我哋研發呢個系統嘅冷卻液咧，其實係非導電性嘅，同埋個沸點都係好低添。我哋將發熱嘅電腦元件浸喺冷卻液裏邊再密封，當佢發熱到大概攝氏50度左右，冷卻液就會吸熱沸騰，自動帶走熱能，做到氣化散熱。呢個技術既可以做到高效散熱，又可以容許電腦喺更高室溫下維持運作，提升設備性能同埋使用壽命。系統已經成功應用喺民航處嘅航空交通管制指揮塔模擬器。講起 AI 同埋光纖咧，你會諗到啲咩啊？光纖咧，我就諗起寬頻，而 AI 咧應用好廣泛嘅喎。今次咧，我哋日內瓦發明展嘅其中一個金獎咧，就應用咗呢兩樣嘢嘅。喺區域供冷系統嘅中央供冷站入邊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機組喎，佢哋各自咧亦都有唔同嘅效能表現，去應對住唔同嘅運作情況。再加上咧，我哋嘅用戶群咧係非常之咁多樣性，唔同嘅客戶咧亦都有佢好獨特嘅製冷嘅需求嘅喎。所以咧，我哋就發明咗將人工智能同埋光纖技術應用喺區域供冷系統上邊。
透過 AI 結合天氣數據去精準預測我哋咁多唔同用戶嘅實時製冷需求，再利用大數據咧去分析我哋各種機組喺唔同情況嘅效能。經過複雜嘅運算之後咧 ，AI 就會建議一個最節能嘅機組組合去運行，提升工作效率之餘咧，仲優化咗系統控制同埋穩定性。我哋仲結合咗光纖技術去監測我哋埋喺地底唔係有多嘅製冷系統冷凍水管嘅健康狀況。水管入邊嘅細微環境改變，包括咗溫度啦、壓力同埋聲音，都會影響光纖入邊光嘅反射。我哋就係靠分析呢啲咁樣少少嘅變化，去了解水管入邊嘅情況，幫助我哋喺損毀發生之前咧，及時進行維修。除咗機電工程署之外咧，渠務署都有一個自主研發嘅系統，叫做秒立式。佢咧喺今年做呢個金獎添啊！極端天氣咧近年越趨頻繁，以往咧用傳統嘅水力模型咧去進行呢個水浸風險嘅分析咧，往往咧就需要用咗幾個鐘頭先可以完成得到。所以咧，我哋自主研發咗呢個秒立式呢個系統，咁佢可以咧實時收集水文數據，即時完成資料分析。我哋透過水力模型預先計算全港各區喺唔同降雨同潮水位超過3000個預演模擬下嘅水浸風險，系統會24小時不斷收集實時嘅水文測量數據，同埋未來1至2個小時嘅降雨同埋潮汐預報，然後就預測嘅資料比對預演嘅模擬，做到喺同一平台即時顯示出各區嘅水浸風險情況，持續每6分鐘更新一次，有助我哋喺暴雨嚟臨前1至2個小時就識別到較高水浸風險嘅地區，及時調配資源處理可能發生嘅水浸情況，例如係清理渠道等，減低對社區嘅影響。呢啲發明真係唔簡單啊，仲可以解決到部門日常運作嘅問題，仲喺國際舞台上得到認可添啊！發展局同公務部門會繼續努力推動創新，以科技提升效率。